謝律師，我真係頂唔順啦，想同我老公離婚。李女士，唔使咁緊張，慢慢講，你哋嘅情況係點㗎？我哋已經分居2年幾啦，佢都冇點理過我真係覺得冇希望啦。咁你哋分居嘅原因係咩呢？都係啲家頭細務啦，成日嘈交，佢又唔肯改，最後咪分開住咯。咁你哋分居期間有冇簽過任何協議或者文件呢？冇啊，乜都冇簽過。咁你哋分居期間財政方面係點處理㗎？我哋各自搞掂自己嘅嘢，冇乜金錢上嘅瓜葛。咁就好。李女士，你哋分居超過2年，根據香港嘅法律，你可以用分居2年呢個理由去申請離婚。真㗎？咁即係點㗎？要搞啲咩手續？首先，我哋要準備一份離婚呈請書，入稟法院，之後法院會安排聆訊。咁要幾耐先搞得掂㗎？如果你哋雙方都冇爭議，程序會快好多，大概幾個月就可以搞掂。但係如果有爭議，例如財產分配、子女撫養權等等，咁時間就會長啲。咁財產方面，我哋該點搞？根據香港法律，離婚時財產分配會考慮好多因素，例如雙方嘅貢獻、經濟能力等等。我哋會幫你爭取你應得嘅權益。咁子女撫養權呢？我個仔跟邊個好？法院會以子女嘅最佳利益為依歸，考慮子女嘅意願、雙方嘅撫養能力等等。我哋會幫你爭取最有利於子女嘅安排。咁我應該點做呢？首先，你需要準備一啲文件，例如身份證、結婚證書、分居證明等等。之後，我哋會幫你準備離婚呈請書，安排入稟法院。好，咁我聽日就將啲文件攞俾你。你唔使擔心，我哋會盡力幫你。多謝謝律師，咁我聽日見。唔使客氣，聽日見。揾律師，揾葉謝達。